口罩係應該咁樣戴嘅。第一步，戴口罩之前先洗手。洗手可以防止細菌由雙手傳去你嘅口罩同埋面上面。第二步，睇清楚口罩嘅上下方向係咪正確。口罩一定要遮住口、鼻同埋下巴。戴嘅時候唔好摸到個口罩。第三步，戴好口罩之後再洗一次手。第四步，除口罩嘅時候盡量唔好摸到口罩嘅外面。除咗之後，將口罩直接放入垃圾桶。如果係布口罩，除咗之後放入膠袋，然後洗乾淨先至好再用。出街嘅時候最好戴多一個口罩，以防萬一。第五步，除咗口罩之後，記得再洗手。